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嗱，我 Raymond 咧今日嚟到咧尖沙咀，為大家睇一個咧油塘嘅新盤柏景峰嘅示範單位。咁發展商咧就開咗1房同埋2房嘅則出嚟喎，立即帶大家行個圈睇下先。首先第一個咧就係293尺嘅1房單位，咁啊屬於 C8。入到嚟咧，我哋見到開放式廚房同埋浴室房間嘅。咁廚房咧用電磁爐嘅設計啦，咁啊單層嘅雪櫃，裏邊會有冰箱嘅。咁啊西門子電器，有個抽油煙機啦，咁一個整合式嘅露台，散熱就會喺埋出邊。咁啊，房間4正實用啦，浴室企缸嘅設計，咁啊有浴室寶嘅，用翻 Panasonic，咁有個煤氣掣喺度啦，見到咧用煤氣嘅。咁第二個咧就係 A5 室431尺實用嘅2房單位，咁就經改動嘅，發展商做咗一個裝修啦。咁擺咗啲台啦，同埋改咗間隔嘅，咁都係開放式廚房，但係2房咧就會俾翻個2層嘅雪櫃嚟嘅。咁下邊係冰箱、洗衣機，都係西門子嘅。咁可以睇下擺咗凳同埋呢個電視櫃嘅距離啦，亦都係一個散熱喺出邊嘅整合式露台嚟嘅。咁房間咧其實咧有改動過嘅，由實牆呢道門咧開通咗，做翻一間細房。咁啊擺咗小朋友床啦。咁浴室咧就有翻浴缸嘅，有浴室寶。咁主人房咧亦都係擺咗啲家私啦，俾大家睇下咁樣嘅。咁喺對面咧，佢有個原裝嘅間隔俾你睇翻頭先改動過嘅單位嘅。門口亦都係有翻個鞋櫃啦。咁呢個2房嘅清水房嚟嘅，同頭先嗰個間隔實用面積係一樣嘅，只不過頭先嗰個拆咗呢幅牆同埋道門咁解嘅啫。其他所有嘢都係原裝嘅，交樓標準。帶大家睇完咁靚嘅示範單位啦，如果想嚟柏景峰睇示範單位嘅咧，快啲聯絡我 Raymond啦，拜拜。